来关心要协助咱台湾防卫美国伫2023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底，会对台提供军事援助。即马就风声讲，上新的一批内底有包括8万套美军即马在用的 M2400B 型的排用机枪，嘛会送到咱台湾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对外表示，军备是台美交流的项目之一，也毋过偌济数量、啥物项目无方便公开。专家即马是分析讲，这款机枪是用伫市区内底的小镇较济，咱应该希望美国提供地对地飞弹这款远端压制的高战术价值的武器，安尼才会当替咱台湾争取应变的空间。台海局势紧张，为着协助台湾强化防卫，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提供无上军援。除了进前来台的经射式气将飞弹，也阁会包括 MQ-9A 无人机、标手反装甲飞弹、精索监控系统、小口径弹药等，传出上新一波包括8万套美军现役战斗各种直升机排用机枪陆续运到。数量啊，这个单一啊，或者这个品名啊，我不便透露啊。但有工作的持续在进行，我想这也是交流的项目之一，并没有想要刻意武装。美国坚定挺台，美国众议院中国国文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19搁较讲，两党的合作，互国会一定通过北京对台湾甲其他亚洲盟友的援助计划。专家分析，战斗各种是作战时每一个国军拢需要的，也毋过机枪较偏向运用伫城镇战，电动毋望美国会当加提供远端制压的高战术价值武器。短中程的地对地的飞弹，我认为这个必须要对重点目标给大家做摧毁。它要集结，它后撤集结，它不是前进集结，可能到浙江，可能到广东，可能到江西去集结。那我们的战略的缓冲的空间就大了，战略的预举时间也就长了。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旧金山80回东兵火箭2027也是2035年有公台计划，也毋过邱国正讲，备战工作袂因为一句话就改变，不会因为他讲的一句话。就把目标整啊，2023、2025、2027，啊，2035，渐进备战它没有停的。国军渐进备战，它主要目的就避战，但这个避不是逃避的避，就避免发生战端。11月初3，美中军舰拢出现伫太平岛4公里，迄当时海巡署讲，艦艇离太平岛上近13.4海里，不过国防部20回应，根据雷达掌握，艦艇确实伫12海里附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